暖暖十门溪。咱来故事看吧嘞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个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画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画本内底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给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画本的这对母仔囝是来自新北市的阿阳，甲因两个查某囝阿嘉，也阁有阿璇。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勇。大家好，我是头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阮学校的Elsa。这巴图有啥物啊？甲我个人，个一个人像红色衫个一个人，个迄个人像哪些个？那 Elsa 你有看到啥？一个风吹甲竹甲树。哦，甲竹啊，对无？我看到树啊，甲我骹骨，甲我指甲。你看甲足清楚的呢。我看到甲我头骨，看到甲我屁屁。涂骹这一格一格，迄是啥物物件？蚕。这是蚕哦，那会甲咱正前看的无啥共款。因为迄是古早蚕。古早蚕，咱正前有去看已经结穗的竹啊，对无？甲这敢有共款？无，迄是迄落在打种。这哦，敢是？伊讲咧，即个蚕啊，伊甲头前的无共款哦。头前有，咱是毋是有看过迄个已经结穗的竹啊，已经结穗的切啊，对无？伊讲结穗了，就爱挂竹啊，操！迄是挂好啊。挂了的蚕是毋是就会安尼底顶悬拢挂掉，安尼剩下骹对无？啊，有啥物迄落？有影狗仔伫边。狗仔背，即个查某囡仔毋知来捡啥物物件，伊来敢若是要捡一寡落个涂骹的，敢是？毋知。你敢知影安怎挂着啊？知影我有挂过。安怎用？敢若是用迄落圆的较圆的遐。有一个刀啊，是无？对。迄落半圆的刀啊。啊，就是解释。啊了用较无边迄边去切，安尼去挂，啊了去拍切啊。迄是以前的方式。啊，即马有机器通斗3工啊。妈妈话我讲。好来。我刚看到红雪山。我知影即马拢用挂钓机较侪呢。用机器啊，安尼较毋免较忝啊。咱阁嘛是有一寡人会参是迄落。用手挂钓啊，是吧？若是有一寡迄落挂钓机无法度入去的所在，还是较细，还是较无边的所在，可能也是爱人去用呢。啊，挂钓机有的时阵捡袂清气。你感觉即个查某囡仔咧创啥？倒去挂钓机无挂着。甲伊捡起来对无？安尼较袂浪费。较袂拍算哦。你感觉即个工课敢有好算？有鸟行顺着当甲伊摕起来。而且即个工课是伊的骹敢有穿鞋啊？无。有一架人去迄落种竹啊，有人就是内底耍迄落几个人。走来走去。伫田内底褪只骹走来走去是无？啊，敢有跋到规身躯落古霾啊？有。我毋敢伫内底走来走去。后壁伊咧即个查某囡仔伫遐做工课，后壁这恁头拄仔拢有看到一个风吹对无？
恁敢捌放过风吹？我有看过。你有你敢有放过？有啊，我顶个去了，迄个啥，也讲遐放风筝遐，迄个爸在他无你啥，迄个就是遐有人来拍篮球。恁顶个有去报花外口放风吹是无？啊换你敢会晓放？会晓。我嘛晓放风吹。放风吹有够好耍。安怎用啊？要安怎用？就是有迄直直走。你讲甲迄个绳仔放长啊，直直走是无？对哦。换你。迄落，人飞去天顶，顶敢知安怎甲收起来？安怎收咧？就是一直安尼滚的时阵，伊就落来啊。哦，放风吹爱伫啥物款的天气来放较适合啊？这天气的。啥物叫做这天气的？就是天气足好诶。哦，好天的时阵是吧？若是落雨天，就无法度风吹就会破去。而且搁遐一担。哦，等你讲的时阵，敢会当放风吹？搁较袂使，无有可能会烧起来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少。台语好保守。自从台湾渐渐变成工商业的社会，少年人离开庄脚去都市打拼，市内带一句，真侪人煞袂记起一寡有关农村的台语要安怎讲。譬如华语的收割、田埂、季节、田野、光秃秃，这样的话台语要安怎讲？这部说落去，咱邀请家己的台语专家萧定春老师为大家来解答。收割，咱简单讲，就收冬所以这冬里咱台湾讲一冬、两冬、三冬，就这冬来了，就一年算了，所以用冬来代表年。收冬，这冬是变做收成的迄个物土阳、土阳雨，二阳风。三阳无雨好收冬，这个头阳，咱可能较毋知，初九月初九中阳，迄天若是落雨，迄天若落雨，二阳有人讲二阳，9月19就是二阳，9月29就是三阳，所以就是讲9月19若透风。9月29，若好天，无雨就好天，就会当收成，就会当收冬。所以较早做事人对这个风雨季节，拢足挖苦足准的。过来讲到土埂、田埂，照讲应该是讲田埂啦。田埂，咱台湾足简单讲，叫做田花。这个花是水边拢会使叫做花，爆花。像田花，咱就讲，食饭看做食单，行路念田花，食饭看来，食饭大享受。讲到做事，咱做事本来是一般来讲，做田咯，但是即摆已经摕来做所有工课，拢做事。那做事就办单，做工课就办单，行路。佫会念田花，念咱台湾来讲念骹、念手、念骹、念，漳州口嘛是讲念变念田花。这个田花，咱知影田花啦，要行足细致啊，有当时无病，
当会跋倒。当然讲食饭看做1段行路念参话，这是押韵的。这个行路念参话是咧讲头前迄个做工课时慢段，但是伊若行路，佫会足注意哦。伊该顶真的是顶真啊，食饭豆豆食，豆豆享受啊。讲着做事吼，会当闪就闪啦。华语讲季节。咱台语颠倒讲倒变过来吼，最贵，当最，有诶讲这贵，这贵，即款甲华语讲倒变诶词，咱台语足侪诶，什么做季节，什么做这贵，另外诶讲法叫做时贵，时间诶时。过来另外一个词，这算新词，公路，车咧驶的公路，这算新词。咱较早讲车路，车路无一定是即摆卡，牛车嘛算车。我记得时，我会记你迄阵啊，要坐家己客运去普仔卡，普仔卡边啊，落2抓，牛车行过的迄个沟。迄阵啊无淡仔甲遐好势啦，所以车链若去到着迄个牛车沟，就一直显啦。所以讲，即较早讲车路是包含脚踏车啦、牛车啦、什物车的路，拢有做车路，无咧讲道路。其实道路同期复数，什么做对道对路，路对道。咱讲大路、公路、车路，这毋是同期复数。光秃秃，咱无讲光秃秃，咱讲光窟窟，嘛讲光窟窟，光窟窟，光噜噜哦，光噜噜是光溜溜，这做语声词啦吼。老实讲，台语文是从歹拍的，就是这语声词、语态词，要爱去写。你甲我问讲，这个光窟窟。也是光窟窟要安写，我老实讲3、5章，就拟态词、拟声词、状声词拢是。这是咱台语最发达的所在呢。所以我讲，要互这个较水气的台语捡倒来，会使曲缩伫汉字，佮合音字同款。所以我是主张汉罗并用，以汉为主。你就表达伫你用罗马字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高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春遐顶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。